因为伫咧高铁总营站，伫咧拜五暗时，有一个手骨有伤的查某人摕家刀伫咧广场化休，铁路警察到场，甲家刀抢落来压制这个人。根据了解，这个查某人是因为感情的问题，才出现无理性的行为，已经强制互人送病院。 本来警察跟伫个查某人后壁慢慢挖棍等机会，太无注意，抢去甲伊压掉咧，结果甲伊的家件抢落来，后来伊伫考坑安大伊的情绪。车站一时无平静，也引来袂少坐车民众围伫看。加在警方甲这个查某人对峙半点钟了后，甲人制服，并且强制送医。在现场安抚他的情绪，然后想办法了解他的身份，试图跟他的家属联络。 可惜该名女子现场因为情绪激动，感情私人的问题她不愿意配合我们警方。代志发生伫初八暗时，高铁总营站外口广场，这查某人敢若因为感情的问题，情绪无稳定，手提家刀伫车站3号出口一楼楼梯所在来回行来行去，大声喊叫，手咬家己家着伤的空碎。看到民众赶紧报警察，警方止步出动，及时来化解危机。铁路警察也赶紧加强站区甲月台的巡逻。 世界查看，有妨相关的事件搁再发生。警察变多，那他们就会觉得说，那我是不是在这边犯案，那就会被抓的几率就会比较高。不要靠谱这样，或是跟旁边的人说一下。警方也呼吁民众，若是有拄到心理的困扰，而且咨询相关的单位，珍惜性命。若民众发现无理性的行为，会用随卡110报警处理，避免发生更加大的意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